一式，擲星牽手齊看太。個階段就係我伸咗去 ，OK， 跟住過膊頭。第三嘢就喺隻腳內扣咗先至拉過去，咁就上中下得唔得？我想你做係做咩啊？內扣咗之後仲可以點啊？掂到咯，掂到咯。你可以喺呢個位 ，OK， 呼吸，然之後喺度做一次呼吸，係嘛？好啦，如果我再叻啲咁點啊？我就一齊做啦。啊，呼吸，呼吸。呢隻手咧係有力向下扯㗎。掂到肩胛骨就更加好。OK， 哇，跟住得喎，咁咪掂咯。掂唔到或者你覺得呢個位好斜嘅，唔去嗰個位住，因為現階段可能你件褸厚得滯啦，我有隻手機頂住啦，又或者你呢度真係好緊啦，你夾硬做會扯傷啦。但係我只要喐到啱啱覺得有扯住就點啊？收手，我就會刺激到佢，佢慢慢會鬆。